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，每年都吸引唔少遊客。2024年入境旅客就有近3500萬人次，加上澳門提供零關稅環境，並且連接住葡語國家資源，唔少企業都選擇喺澳門拓展業務。商場 M8 澳門8號喺招商投資促進局嘅助力之下，喺2024年年尾於澳門歷史城區投入運作，透過協調跨部門嘅合作，令項目順利落成。M8 澳門8號大樓係其與郵電局合作嘅都市更新項目，位處澳門核心旅遊區，引入超過120個國際及本地品牌。M8 嘅前身係郵電局職工宿舍大樓，咁佢已經被荒廢咗20幾年啦。咁我哋18年呢就收購咗佢部分嘅業權，就開始咗重建之旅。而家目前呢，我哋嘅定位就係將佢定位為文化商業。咁裏邊呢一共有9層嘅，其中有國際嘅知名品牌，有100多個品牌喺裏邊嘅，包括咗美妝啦、精品啦、服裝、旅行喼包包之類嘅。咁另外仲有3間嘅國際知名品牌嘅餐廳。喺成個發展嘅過程裏邊，其實招商局幫咗我哋好多嘅商戶嘅進駐方面咧，從商戶係註冊公司品牌到開餐廳嗰陣時，好多政府部門嘅溝通協助上邊咧，都好感激投資促進局，俾我哋搭建咗一個好好嘅平台，同各個政府部門進行交流，令到所有嘅商戶可以喺按時嘅情況下邊可以開業。當中 Mango Tree 以及裕加上海2個知名餐飲品牌，亦都睇好澳門嘅營商環境，選擇進駐 M8 澳門8號亮相澳門。2家餐廳面積超過8000平方尺。咁 M8 係澳門世遺重建項目，有文化啦同埋商業嘅一個項目嘅發展，咁我哋所以就過咗嚟啦。M8 嘅芒果樹同埋裕加上海開咗之後呢，咁其實嗰個成績都合乎我哋理想嘅。當中嘅期間呢，我哋都有賴招商局幫我哋係一路咁樣協調啦，同埋去跟進我哋嗰啲審批嘅過程，省卻咗我哋好多嘅繁複嘅手續，咁令到呢個項目可以如期咁樣落成。同各個部門嘅溝通啦，譬如我哋攞牌啊，澳門都好多嘅部門要去溝通，大約係3個月就開咗2間餐廳啦，已經係一個好驚人嘅進度嚟嘅，其實係。早前 M8 澳門8號代表大中華區獲得 Property Guru 亞洲不動產獎2023年度亞洲最佳零售項目金獎，為此次大中華區僅有嘅3個亞洲金獎項目之一，而且亦都係該獎歷史上第1個港澳地區項目獲得亞洲最佳零售項目金獎。